先生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坐。先生你好，请放弃为你服务，请坐。先生你好，请放弃为你服务，请坐。你好，我刚接手父亲的果园。你好，我嘟嘟长新家阿爸改果山。你好，我嘟嘟长新家阿爸改果山。有些农药喷洒施作的问题，遇到喷农药工作的问题，遇到喷农药工作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可以向谁请教呢？我哋就得老盲人来请教，我哋就得老盲人来请教。先生，您可以再说明一下吗？先生，你做得我说明一下吗？先生，你做得我说明一下吗？最近我家柑橘园的病虫害有点严重，最近我卡嘅感染嘅病虫害遇到严重，最近我卡嘅感染嘅病虫害遇到严重。请问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？请问按样办处理下好？请问按样办处理下好？了解，病虫害防治相关问题属农业业务。我哋咧，病虫害防治相關問題屬於農業嘅業務。我哋咧，病蟲害防治相關問題屬於農業嘅業務，為農業局負責。係農業局負責，係農業局負責。我為您撥電話給農業局同仁。我讓你打電話俾農業局同事。我讓你打電話俾農業局同事。為您詳細說明，請稍等一下哦。請記讓你詳細的說明，請等一下哦。請記讓你詳細的說明，請等一下哦。先生您好，毕信成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先生你好，我想請當歡喜為你服務。先生你好，我想請當歡喜為你服務。陳先生你好。秦先生你好，秦先生你好，先生您好，先生你好，先生你好。您家的柑橘園是遭遇了什麼類型的病蟲害呢？你屋下嘅感染係遇到哪種嘅病蟲害呢？你屋下嘅感染係遇到哪種嘅病蟲害呢？最近黑心病跟新天牛的發生很嚴重。最近五項病老向天牛嘅發生動嚴重。最近五項病老向天牛嘅發生動嚴重。農業局有推薦什麼好的防治效果嗎？農業局就係推薦乜嘅效果較好嘅預防麼？農業局就係推薦乜嘅效果較好嘅預防麼？先請問您發生的時間多久了？申請問你發生事件有幾久咧？申請問你發生事件有幾久咧？受害面積有多大呢？受害嘅面積有幾番呢？受害嘅面積有幾番呢？一整片果園都有。幾片果園都有呢？幾片果園都有呢？若是情況有點嚴重，那係情況易嚴重，那係情況易嚴重。建議您立即噴灑農藥。建議你嚴須愛噴農藥。建議你嚴須愛噴農藥。那要噴灑哪一種農藥比較好呢？愛噴哪種農藥較好呢？愛噴哪種農藥較好呢？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您到農業委員會。有關推薦用藥，我先請你到農業委員會。有關推薦用藥，我先請你到農業委員會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網站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。網站內有個植物保護的欄目。網站地圖有隻植物保護嘅欄位。網站地圖有隻植物保護嘅欄位。裡面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供您參考。底部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俾你參考。底部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俾你參考。裡面就有噴灑農藥的建議是嗎？底部是有噴農藥嘅建議係嗎？底部是有噴農藥嘅建議係嗎？是的，果樹病蟲害的專區裡面。係啊，果樹病蟲害嘅專區底部。係啊，果樹病蟲害嘅專區底部。有各種果樹相關病蟲害的防治方法。有各種果樹相關病蟲害嘅防治方法。有各種果樹相關病蟲害嘅防治方法。您可以在文件裡得知。
你哋温乾地背求地得，你哋温乾地背求地得。针对不同病虫害使用的药剂名称，针对某种款嘅病虫害使用嘅药剂名称，针对某种款嘅病虫害使用嘅药剂名称。施药方法及注意事项。用药方法撈注意事項，用藥方法撈注意事項。好的，还有其他管道可以更了解农药的相关资讯吗？好，还有其他方法做得很下了解农業嘅相關知識嗎？好，還有其他方法做得很下了解農業嘅相關知識嗎？您也可以到辖区的農藥店詢問。你未做得到近期嘅農藥店詢問。你未做得到近期嘅農藥店詢問。請販賣人員推薦有效的藥劑。請該賣嘅人推薦有效嘅藥劑。請該賣嘅人推薦有效嘅藥劑。我知道了。愛啲咧，愛啲咧。我們目前在推廣中央制定的農藥減半政策。我哋顯示大家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減半政策。我哋顯示大家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減半政策，鼓勵農民少用農藥，鼓勵農民農藥少用，鼓勵農民農藥少用。病害準備要發生之前，可以先做預防措施。喺病害發生之前，做得先做預防準備。喺病害發生之前，做得先做預防準備。好，謝謝你提供的寶貴建議。好，希望你提供寶貴嘅建議。好，希望你提供寶貴嘅建議。不客氣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您再來詢問。唔是客氣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你再過來詢問。唔是客氣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你再過來詢問。啊，謝謝。希望哦，希望哦。